是宝吗？那是宝嘞，应该是宝嘞。你来打。那改喵的。烟灰吼，凤烟吼，不是只有隐藏版客家人，也还有隐藏版的娃娃音了。安尼你嘛看烟吼，食欲看模糊啊，所以我们洗得较清爽。可是我食欲还是很好呢。那等下是两百。你一起说出来，他很有自信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屑回答你的问题。没有来跟我摸哈啦，他紧张吗？他会不会很怕遇到有摄影机啊？唔会啦，所以你们家煮菜也有直播吗？冇啦。你跑到安英是好的吗？忙哦。还有他把有就好噻。忙哦。太夸张了！师傅，这个是跟你呛虾的。第二管的冲点，觉得我请你青鸟没用嘛，个事情。那敢讲吼，我们明珠姐显到热好个细节咯，不以前有看。我啊，我切配的东西。因为冇时间呢，所以吼，就老该豆腐馆强下壁，做的是鸳鸯锅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我係白強。今日同歡迎呢來到台中嘅豐原也到位哦。嘿，來到豐原吼，就要講這個豐原客家話嚟講，羅勒。羅勒，因為也到位呢，較多係講董事強、太普強嘅客家話。不過呢，其實啦都太台中地區哦，真嘅有當到係隱性的客家人，比較發講呢都豐原也到位。一般人會覺得說，哎，也到位應該冇講幾多客家人啊，可是呢，他們都是集中在一個地區。哦，今年來參加，清出來啊！沒錯，而且呢，其他的我們就往協會找就對了。啊，錯。沙琪地度有一個總頭，一個總頭啊。係哦，今年哦，沙琪地度哦，還有重構哦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年嘅評審欣賞，之前呢就分享到嘅係龐先記龐師傅。大家好，你好。你好。龐師傅你好，還有聽友馮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嘅，大家好。阿馮你好。好，馬上嚟嚟分享到我一最沉水就係表姊妹，分享到係袁依智、劉少蘭姊，分享。歡迎，咱最近嘅分享到係咪係表姊妹嗬？早上歡迎親屬二老讓小姐。大家好，歡迎。好，四殺全部作中央嘅全部係。那就沙琪嘅，係那就狗油版，陽面客家狗油版。哦，啱啱講一下到豐原呀，到尾後有乜嘅好教、好食、好料嘅，留睇下分享一下。有體育介紹嘅上網也咩啊？上網也咩？有橋別人。該除了呀，嘅上網沒有到尾，還有馬壽菜冇？還有廟東啊，還有啦，豐原咧葫蘆墩公園藝術館，那藝術園區哈。哦，還有乜嘅咧？問一下，剛才講到嘅廟東夜市，聽說有好問一下。有個蚵仔煎，還有那個菱角酥，菱角酥，還有那個內包丸。哦，永煙。對啊，特別呢，當到好食嘅啦，來一番呢，記得千萬不要忘記。豐原也到邊沒有客家人哦，先來看一下剔出料理嘅食材係乜嘅。來到豐原吼，我食嘅東西吼，多，唔過吼，等下打開嘅東西是今日主題嘅食材哦。太內瓜誒，黃瓜、內瓜、太內瓜。其實呢，要拄好當對時，熱天嘅時間呢，要瓜嘅類嘅東西呢，全部都會太出。唔講呢，來到豐原啫嘛，是對下嘅太內瓜呢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食材牛肉，分享到嘅係布餅、布太糕。來。啊，叫冇看到啊！地震不出來係嘛？放羊一個，放羊一。那金一百哈。金一百。來，冇人上手嘅。最後係人家扣出來唔。嗱，大家設計下呀嘅豐原呢，太內瓜總嘛有按有名。哦，大家利用豐原都睇個蟹咩，同葫蘆墩樽係啊，好嘅水。哦。所以出一個好嘅米啦，葫蘆墩米。有好嘅水果，而家嘅蔬菜嘛，全部當針的。好水當重要啦。水先重要。啊，用慢長咗啲頭度學凍學嘅內瓜咁樣。係冇，你個嘅內瓜嗬，大家嚟看你嘛。先我就講啲色木嘅嘛嗬，一天來較淺色，冇安尼咩單你黃嘅嘛，較沉一些色。較沉色嘅嗬，天咧安尼拿到咧較點掉嘅嘛，較重嘅嘛，冇胖光。冇胖啊！胖就唔好嘅嗬，啊到天三嘅時當嘅個長度冇一段可能太短不好。
個最好嘅那個內瓜啊，太黃瓜吼，30公分嘅就最好。哇，好見嘛？有一個標準的尺寸哦鐵級嘅啦，30公分係最好啊嘅。 30就唔得。 32嘛，我做。可以啦。好啦，就可以看見你帶了嗎？好了，本睇下先好冇？好。好。哇，兩百個。還有切下講的型的耶。哦，了係直接炒清炒哈。嘿，哦，好點哦，不過太有水分濃到誒。有個有嘛，有個內瓜的嘛，內瓜就好多人講佢刺鬼啊咪吼，有嫩咪吼。青紅的東西，cái皮也刨起來，跟美那個民族那。 敷臉，敷臉，好。我仿佛吃到大甲溪的味道。有嗎？沒有，枸杞耶。睇下感覺好食嗎？北京有下貢嘅米絲嘛？下貢，佢就自然嘅香味啊，唔係，不是加什麼味精啊、味素做嚟取代嘅。對用馬來炒就用咁，漢人吼，漢人親聰明，落注重嘅嘛，一個內瓜嘅嘛吼，我山東人咩，就薑麻。 我係唔會用酸菜，用薑麻，然後是裝甜哦。啊，那個南排咪做啲南排，做南排啊。好，今日呢，就拿下彭爺按針嘅泰內瓜，搶下來做體育館嘅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馬上嚟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先來看一下馮水帶來嘅料理係乜雞？香辣太黃瓜。 香辣太黃瓜，哦，咩香辣哦？香辣太辣啦，香辣。哦，看一下咱最今日做嘅料理吼，係乜嘅咧？鹹菜太黃瓜。喂，這是一個對聯嗎？香辣太黃瓜對香菜太黃瓜。哦，到底你喜歡脆還是喜歡辣呢？好，等一下再說。還沒有意見哈。好，馬上嚟進行挑戰咯！大家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啦！好，先來都挨到邊了，看香香辣太對，是辣的哦。你那邊是黑的哦。嘿，哦，一個是清爽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有乜嘅松板肉係嗎？是的，你本身喺做乜條路咧？家庭主婦啦。哦，小蘭子啊，太黃瓜係用嚟切架種嘅一樣。這個係啊，像年種嘅呢。像年種嘅。哎呦，今日做嘅香辣吼，是用哪些香哪些辣來做啊？香油。嗰啲煨完就香油哦。誒咩？嗰啲香菇水。哦，香菇哦。係。呀，係乜啊？香菇係啊。櫻花蝦啦，櫻花蝦。已經喺自家大女嘅嗬。係啊係啊係啊。櫻花蝦啦。炒辣椒誒。辣椒啊，那個是柳丁嗎？柳丁，給等下做裝飾。哦，連擺盤都用過。阿聰嘅狗友班底都要聚餐要自家煮嘛？以往我哋黑白每位聚餐，大家自家一齊煮一道菜來。哦，今日最強嘅料理係蠻自己的拿手菜。哎呦，炒米粉。炒米粉。哦，你講太黃瓜做對炒米粉嗎？看模式哈，看模式哈，看水係嗎？哎，許蘭姐，你要做那個棺材板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要切那個，很漂亮。要切很漂亮，哪裡有刀嘅咩？好，等下再做正好。好，無言咯嗬。哦，切啲嘛。哇，來，兩套菜嗬，探看一下嗬，係按度30公分。好像真的有。有咧嗬，有讀過嘅嗬。哦，因為你們熱天嗬，看吃飯開新聞咯嗬，我今日做嘅都是較清爽的。哦。你是小水果哦。阿娘會有車嗎？會哦。這種是不是像人家那種越南，就是東南亞的那種？要不要跑多啲啊？跑得涼啲。後面有那個萬公。你係有做涼拌嘅嗎？唔係啊，啲炒嘅。哦。哎，用唔會調泡哦？伊這樣呢，這樣子哈，看好哦，從東泡啊，等下炒一下就熟得嘞。哦。炒一下都順便炒睇叫，係睇叫幾多分？樣係樣。唔會車啦。呀，即係我家發現到嗬，
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海风啊？不是太普强，太普强啦，係啊。你昨天講太普強啊？淑如姐唔係講太普強哦，淑如姐唔係講乜嘅咧？會溜啊，會溜。哪會打過來嘅？丁門你是寶嗎？我是寶嘞，我是寶嘞，我大喵哩，我大孫豬，係麼？係咯，那叫潮汕過的。煙妹好鳳煙哦，不是只有隱藏版客家人，因為它就隱藏版的娃娃音啦。對，肯定哦。你係客家界林志玲係麼？是夢哦，不能打分數。你蜘蛛台嚟哈，有幾時間哦？有幾時所以間等下哦？拼沒有，按樣拼係麼？哎，淑如姐，因為線狗來吵一下東西哎，嘛。對呀，要要趕時間你呢。要時間你哦。加油加油！冇，冇開火，你有先炒乜㗎？等下今晚先炒，你下先炒乜㗎？咩？先炒頭根，姐姐，我發現你的頭乾哈？會溜，咩？條皮吧，梗係條皮吧。唔得熟量啊裝。哦，姐姐你的海底香蠻特因為別的。我邊係做係甜脆大黃瓜哈，所以我們是對清爽的，所以我唔會對得油，我是用嗰種係香油。用油，對，這個香油只要一點點，一點點好就濕濕的好咧。啊，你買哪裡種誒？你好做市場賣嗰種嘅炸好嘅，嗰種係條，哎，因為佢本身就個油，有油咧哈，哎，你濕濕的好咧。清潔和清爽。對，這個係就是哎，所以你要脫水唔是白香哦，唔是白香哦。不是，它這個因為我跟比係做係清爽誒，清爽的那個。清爽。對，對，所以。冇啦，冇人多油。我啲薄芡意思啊，你做得做嘛？你意思係講它沒有辣椒蒜頭。沒有，我這是清爽的。邊煎呐？因為我常常就講啊，你買看熱哈，食欲看無好啊，所以我係洗得個清爽。可是我食欲還是很好呢。那等下是兩碗。李一吉煮出來，他很有自信，對不對？他根本不屑回答你的問題。咩嚟講摸下啦？他緊張嗎？他會不會很怕遇到有攝影機啊？唔會啦，所以你們家煮菜也有直播嗎？冇啦。食欲看無好啊，所以我係洗得個清爽。可是我食欲還是很好呢。那等下是兩碗。好，等下當多陣了。好，嘿，好。哇哦，前列呢冇共用哦，我們是上弦月，也可以是下弦月。瓊英小安妞，對，小蓉，現在見那個宋板妞哈。今天松板肉有什麼技巧嗎？有啊，很快哦，很快哦，要快火，要快火，你要快火，快火只是幾條才160度停哦。你還有重火哦。你下台嗎？用把洗。會不會太高？哎，會吧。要大火還是快火？我覺得應該不用那麼大，因為它很快就熟了。凍嘅，因為幾切到泡泡。而且等一下是不是還要再炒？沒有，沒有哦，所以炒都熟了。啊，等一下喺度邊買東西？香菇啊，香菇係啊，哦。香菇哦，古種香菇沒想到可以變香啊呢。應該發現到一個問題呢，因為就是個款英準備嘅那個櫻花蝦啦，我現在都會變香，唔過記得摸呢。你們是什麼時候？打陣無下摸香料。哦。黃瓜因為都不用那麼淡薄啊嘞，寬醬啊，寬醬哎，還可以吃出它的酥酥啊。啊，你現在放下去煮以後，等它就磨軟體嘞，軟體嘞。我覺得我們的李一吉煮出來，他很有自信，對不對？他根本不屑回答你的問題。咩嚟講摸下啦？會緊張嗎？不會啊，唔會緊張啦，跟家庭主婦煮出來都平常事啊。這個不怕你煮家庭主婦煮菜最怕遇到什麼啊？遇到老公。咩？我煮出來天花一來哈，對，你要姑奶樣好哈啊，對，夾滾火。啊，真嘅呀，真嘅懂用。一係年客來哈，就自己在廚房忙。他會不會很怕遇到有攝影機啊？會嗎？唔會啦。所以你們家煮菜也有直播嗎？冇啦。好，香菇水。哦。所以佢咩係加一半個水機都係加香菇水。啊，香。啊，鍋子蓋子會掀起來嗎？我蓋了嗎？哦。
哈？哦，黑马盖。哦，我啦，买个料米较平的哈。好，就说你当然溜溜，哎，记得挑米哦。哦。哎，你要摆盘的话会先可以是先摆吗？昨天先摆吧。好，两是半个翕下的是吗？安尼，好，等一下红盖片咯哈。好。哦，见到细细波呢哈。你们炒差唔多的时候，你就先冰落去。木米哦，你哋係加香菇，我哋係加木米，都很养生哦。你木米哈，事先就通過。有通過啊，所以好夾熟嗬。係通，我哋係較清爽嘅嗬，所以我等間嗬是冰呢種嘅。干嘛干？拍醬油，白醬油，白醬油，我這個就是較甜嘅。嘿，就是增加它的那个味道。白酱油，白酱油大概会放1匙，一汤匙。姐姐，可是它是黑的呢。不过它炒去没有磨色，嘿。又还用种嘅调油哦。手工酱油太低。我大开眼界，就那嘛。大那个白酱油，我平常在家里都用，拢就用了，嘿。较贵哦，吼。较贵哦，那一罐200塊。嘿啊，贵哦。常常来用哦。嘿啊，常常。好，你們差唔多好咧，哈。你冰落去，冰落去，因為你種係叫佢出水，你唔是冰水。哦。按時都還會切啦，哈。係喎，按冇炒太久哦。好，我炒幾久呢？2分鐘。冇啊，等下就好咧。聲音哦。怎麼會有音效呢？你第個打氣泡有冇別滾啊？唔係啦，即下就好咧，我這160可以啦。水太係240。啊，你用叫。呢個較長哦。重新炒米粉啊用嘅。係嗎？因為炒米粉嗎？記得而家炒有冇看到啊？炒米粉啊。啊，叫佢見出水啊，吼，等下吼，安尼就冰，安尼嚟蘸，吼，打冰蘸，吼，啊，佢冰入水個白醬油安尼都好咧。哦好。因為熱甜吼，系列種係較清爽。啊，剛才講，我你今日做係甜菜，那個甜是風瓜基本性係甜的嗎？甜還要另外加甜，還要加糖嗎？唔是咧。因為太黃瓜哈，你本身都當甜，對不對？當甜的啦，有個甜度嘿，甜度嘿。所以加鹽是對的。嘿，就佢加一少少鹽落去就好啦。哦，差唔多嘅。好，那我們剛剛嗰啲紅雞片啦，哈。哦，含薑哦，薑哈，哎，你擺盤擺到含醬哦。哎，這是今年夏天最流行的，有講究哈，黃配綠。黃佩麗嗎？沒有接了。真美麗，真美麗哦！楊雲逸，哎呀，啊，差不多係倒數了，剛剛還不用講究嘛，你去努力咯。馬上出來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吃困難踢館底度內部卡米西烤好食嘞。好，第一道料理呢，你的甜食就會是瓜的啦，是一個太黃瓜，都市口一種太黃瓜。太黃瓜，好，先來品嘗一下鳳翠嘅料理。你就感覺進化它變態咧，變態。哇，聞到好香哦。哎呦，哎，該菜係香菜係嗎？係啊。真勁濃色，而且現在有個薯，有一個薯嘅部分係一個櫻花蝦、米頭當針的，再加香菇當咖粉嘅。哇，香菇好軟哦！你發現到你了今日準備嘅食材，呢個水分先凍到，譬如講個颱風瓜，還有個香菇，還有個椒莢下去哦，會有水分噴出來嘅。藍隊覺得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食，香菇當香誒。因為他們是用香菇水來炒嘅。溫西係藍好，來好，來試看哦。你呢個颱風瓜係用拋皮嘅拋下來嘅。而且我們味道很清爽哦，是就加香油甜甜哦。好香哦，太香了。這種切法也很脆耶，好脆啊，怎麼那麼甜？哎，真的好甜哦，冇加糖哦，冇加糖哦。那度一條冇，好神奇哦，那麼甜。哎，咩因為僅僅係30公分啊。因為你係較清脆，較嗰種誒，較清淡，有啲甜嘛。觀眾朋友，你看。切到用泡泡誒，上邊都叫咁凍色誒，暗甜吼，好吃。吃中用版雖然好吃。我有版底度嘅酥泥度暗好嗎？不知道那麼好吃。
大概小你的以后。好吃好吃哦。大家就是大概豆腐皮吗？豆腐皮未当热梅呢。所以讲我讲你的顺带炒安久。嘿，水梅长咧变下去。嘿，因为用煮的切板无够用，就是用给打开太房瓜都懂吃啊。嘿，又脆又甜。真的好吃。好，紧张的时间到了，利用速度表现到按赞头，都带师傅中医奶煮嘞，先来抢庞师傅抢分数。咱最第多日粉，等下看一下亲友风七师傅。好，耶，有一分。看一下胖师傅。庞师傅先来公平。我吃到两片吼就清淡掉哦，啊，唔讲啊，吃到吸引来的地方吼，迄个两片的蓝队两片的加瓜的。是无老痛，伫做的煮都按甜，按甜要按车哦，所以我分一分。哦，食材的选择啦。不过七师傅嘞，好，我为本两片，我想要系讲哦，佢解梅头，香菇的梅头，那个樱花香梅头，香牙丝的梅头都有做出来啦。吼，两片梅做当吼是差到哪呢？甲头皮做得红个煎下球，对，不去下擦掉，下擦掉，佢的头肤皮的梅头下袂出来。应该往瓜炒当吼，是差到该头肤皮停，吼，所以应该分两片。其实那种煮成都表现到咱的讲真经的，都好好吃哦。而且呢，有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哎呀，凤眼呀，倒闭的太黄瓜真的好甜哦，很赞斗呢。又甜又加车，还有白记的来吃咯。啊，不过今日都大家嘅太黄瓜就变出嘛好料理呢。今日就来看那齐师傅带了嘛4个料理要搞太家嘞。种葡素卤菜。好，今日呢，齐师傅带了料理真的很厉害耶，他每次都是让我们突破眼界，甚至一个让我们重新学习料理的定义。还有食材也打开眼界，真的，就看一下今日料理的出名系吗？芒果尾鱼炒菜头板。你这个尾鱼太厉害了，那一版的尾鱼，黑马干。好，我们先从我爱的主角先介绍起，好吗？不是尾鱼吗？啊没，也系主角，嘿，芒果，来，主角来了。罗配板吗？菜头板，还有，辣椒，凤松头，还有切青菜，哇，黑尾鱼，哦，偷了，你要紧紧做咧上色的哦，系啊，基本上冇带。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？芥末来啦，系。你虽然用来炒剧或者这个还是给我带回去就好了。通常拿出这么贵的食材，就是会传一下给大家试试。哦，做得哈，做得皮看哈，你做得生皮，大家闻闻看这样。就是一般的鱼，你系地瓜粉、番薯粉，我等下做解菜头板本去铺一下。哦，好，新鲜的，哦，穿转来哦，新鲜就不会出熟啦。该冻新鲜哈，我开船去把它补回来。哇，开船的哦哈。难怪你上2集没来。有嘛？对啊，去捕鱼哦。系啊，去捕鱼哈。好的，也先平一份，我都先鋪一下，也咪做啲先開火。問一下鋪雞菜頭板嘅時，即係唔是半雞亂食咯？唔是，直接鋪是做得咧。啊，落去粗圓圓的，佢按樣嘅做法是半佢下面黏啦。好，我哋先。半途咧。我嚟看一下，哦，差唔多了喲。羅配板用火鍋。火鍋。煎過做唔得係嗎？煎未做得啦。姐姐都做羅配板啱會有火鍋嘛？有嘗試到料理。冇用你火鍋煎。冇嗬。燒kimchi。啊，丟落去唔會啱起來哦。唔會，半佢先定型一下哈，你看，有冇？稍微轉動一下。這樣炸過嗎？我通通用煎的。用煎的哈。好。煎咩香油？也先煸紅蔥頭。這個藕頭都沒有落去煎哦，太可惜了吧？哦，啱啱哦，拿下去煎才可惜吧？對啊，炸個。我基本一隻愛泡，一隻愛炒，一隻愛上血炙燒哈。哇！炙燒哎，我跟你說，徐師傅真嘅懂認真，他每次吼，要到畢業了搞太家做料理的時候，他在家裡面都會先練習過。哦，哎。一邊至少做得到大家講嘅嚇，藕頭落嘅部位還有分別哦。你係三角部位，三角是那個魚下巴那邊，下面那邊。這樣可以吃了嗎？做得。不好意思。哇。不給炙燒一下哈，啊一邊炙燒一邊就粗的。我要看看有沒有熟哎。好，那等下不洗洗哦。這個沒有一點口袋的人是不能吃的哦。我有口袋。
哎呦，不，你比较能唱。你跑到安源是好的吗？忙哦。还有哦，冲来咯！爸爸，就好些。忙哦。哇，太夸张了！吴师傅，这个是跟你呛虾的。这个没有一点口袋的人是不能吃的哦。我有口袋。哎呦，不。你比较能唱。好啊，这样子试吃完之后，我们宣布等一下蓝队吃哈。好。有对吗？叫等下不蓝队怎么办呢？有一种和牛的等一下做感觉。来醒哈。好香哦。风瓜、猪脚、粉红泡泡。粉红泡泡出来啊。可以均分好豆啦，比一般的那种生鱼片的部位。你们应该现在不能了解我的感受，对不对？你不在天堂了吗？对啊，我在不同的地方了。好。哎，这一题就没有人会问说，哎，师傅如果没有用 Otoro 可以必用别的什么？走对啦。这题你不会问了。不会，因为就是要用 Otoro。就是要用 Otoro。像安源，找到班找到安源擦擦的有啊，有啊。哎，不是电脑去进风色咯。不是啦。然后我就是调味、调油，也是上色嘛。哎，客家語嘛解，胡椒粉，胡椒粉。哎，我們要問問題做啲冇名牌哈。好，然後做啲板出來，然後鮪魚是最蠻難表，不給破一下子頭了。哎，大家有食過 Otoro 嗎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當然有啊。好，來起先插，理解。哎呀，吃生鱼片吃什么的话都会啊，去屏东、台南那边都有。这样你赶快博天叫一声干妈。好，阿英香梅魚出來啲嘛哈。好。你今天没有浮夸盤子。冇啊，這個夠浮誇了吧？冇啦，你係是當浮誇的啦。那是快炒呀。請問那阿哥做的不用配中藥嗎？做的鮭魚嘞，鮭魚中藥沒做的。一定要魚嗎？誒，鮭魚、鯛魚沒做的啦。因為製作單位嘛不愛下多錢啦，讓出了鮪魚啦。好，劉莎姐，請去問一下，你們知道這個 Otoro 咩幾半個 Otoro 哦？係啊，它這個一口就是要2巴上巴一手我們只能說謝謝張伯謙了。好，等下後台結賬。好，差不多咯，哈。哇，這個那邊 Otoro 好真嘅眼光，還有它是深色的，你反正唔用係拋色的呀。哦。因為我基本用2種部位，你等下做的是下油的，沒做的，哈，下冇油的。2種，一種是上鍋輕開片，那另外一種嘿，嘿，刺身，哦，刺身它帶一點油脂。哇，你跑到安源是好的嗎？忙哦。還有。哦，衝來咯。他把船都開回來了。師傅啊，師傅，太誇張了。節目組給你同台個 update 的。師傅，這個是跟你嗆蝦的。有啊。張麥盧師傅帶美人魚來。有就好些。忙哦。師傅。你是要把這道菜後面加多少零啊？有啊嗎？現為什麼？拍手。哇。IS 完成咯，黃瓜、鮪魚炒菜條板。安陽就好些咯。是款 Timo 的啦，我們就合家歡吧。我先丟1000塊出來，我們藍隊直接吃紅花。你1000塊，你我就只吃大黃瓜，可以嗎？可以啊，那可以。好啊，咁我先看一下今日嘅 Timo 係乜嘢。好，今日嘅 Timo 係話鑼鼓語言講半日新黃瓜5滴頭尾係比如乜嘅意思咧 ？A 不明就裡 ，B 不知輕重 ，A 係 B 咧。好，先來猜拳後，先猜拳。我們藍隊的幸福是告不你的哦。來，剪刀石頭布。來，我們第一步贏了，看你下第二步 A 也係 B 咧，半日是黃瓜5滴頭尾係不明就裡也係不知輕重。
我感觉会不知轻重，因为崩挂今系就挑到尾，然后一个比较重，一个轻，然后不知轻重。运动的 B。好，我不要听我的啦。姐姐英雄的选 A 呀还是 B？B 哈。好，我是听姐姐的哦。好。我拍要开一轮吧，拍要开一轮。 B， 你们选 B 是不是？哎，不，那我们只能选 A 喽。好。到底答案是 A， 也是 B 呢？答案是 A。哇吼！还不用讲解释了啦，不用讲。对啊。我去拿钱可以吗？啊，总的哈。啊，我要14块。这意思是讲要办杂命不是崩挂，某把出分别哪片是挑，哪片是妹。比如某不明白的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不明就里的意思，哦，所以答案是 A 哦，哦。还有排 C 啦，我要吃。金箔，我全部都要吃到，我偷了2个部位哦，还有一个金箔，这样我今年才会。金箔爆底了好吗？真的不好意思哎，博谦，对你安永，你又是我的主持搭档，哎呦我不能失斗，可是我又觉得比赛规则应该要准数，我们才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主持。哎呦，你看个云逸姐，平常吃的是狗的呀。哦，谢谢。你平常吃太多了，会不会云逸姐？不会，怎么会呢？暗后吃的东西那有不用讲啊，真的。哎，你不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。来，我发现哦，台架好，先是该崩挂啦，先是该吹跳板啦，绕该乌土路吼溜到最尾哈。哦，我还可以再来一盘。可以，我觉得我们赢的。来先讲一下，你看这个你看我说的。它分2个部位嘛，哈，它前面下来部位当中真的是入口即化，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尾鱼腹的地方，那特别油脂非常的多，真嘅听我说的，而且呢，6个呢有本嘅太黄瓜、甜水啊，弄到底度，哇，真的是海陆大餐。那你该下咱是上多系做的加个骰子牛没做对？没做对啦，我们口袋比较多好气嘛，对啊，妞妞没做对。好好吃。秀兰姐讲一下。吃都唔好讲诶嘛，都唔讲诶，我就不再吃了，留给你们吃。都很好吃呢。七师傅和动强吼，伊个板老个挂去就在中下吼，还有那个金箔哈，那吃落去个嘟嘟软硬度刚刚好。太厉害了，维尼大开眼界。唔过你就发现到一个西内瓜诶，泰内瓜诶，大黄瓜呢，可以来喺讲普通的家常料理，加上伊就会边发靠石膏喺，伊就变做一个。色本像会绑 T 色的菜脯样，太厉害！你跳有腹肌耶哈！你们不要这样子不讲话，我会尴尬哈，很怕没有你的份。我用眼睛吃啊！没有你的份。好了，等一下他的技术比赛哦，该下係比分係乜嘅？1比1。1比1咯。马上出来进行最关迷馆挑战喽！我是太中埔，用最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况底下，两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了料理接力賽嘅時間啦，我是不會搞錯的啦。你看，要特別嘅無限色彩，主要呢我先來看一下今日嘅菜色係乜嘅。哎呦，你睇乜嘅？客家炒肉。炒肉，做的人啊，姐姐全部都會做，對不對？對。鼓手呢啲管的重點就我前以前有冇用嘛嘅事情。那咁講吼，我們明珠姐選到好嘅細節咯。分去切肉看。我啊，我切配的東西。好啦，先看一下，因為手，你先攞手好咧。好，我先來。好。好，那我先啲同我咧。好。好。1、2、3。哇！破手。分去切肉。我做切配的啊。分去切配的，分去手配的。好。啊，青菜手。兩片好咧，1、2、3。啊，甜呢個，加落去炒，哎呦。你用好劉備切，就劉備切，前不會先切配的啊。好，大家有信心嗎，姐姐？有嗎？等下主要吃菜哈。有啊。馬上就來進行挑戰咯。好，比賽馬上開始咯，大家都倒數一下，3、2、1，好，請開始。開始咯，開始，哦，我先看馬上切肉了哦，馬上切肉。
哎呦，你係圈除肉哦。哎，用牌来装。哎，用为摸不民族这些钱用啊。你不用管，我们有我们的分工啊。这个是有红队的坚持。哎。哦。哎呦，我看你这有准备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厉害了。姐姐那个，一般人他赶紧是要给炒牛奶会用呀，有冇？选出来，忙真的耶，好少肉，对不对？猪颈肉比较少吧？要1000吗？哎，那2个尾巴。我发现明珠姐的战术就是切菜嘅须之后慢慢切，我没有慢慢切，因为我买总量切豆酥。哦。国谦，等下你第2棒应该有交代下去说忙而切牛吧？我刚刚想说第1步就先切肉。好了，先不给切掉还好嘞，等下上锅来看你。好，那得看改片咯。哇，你看，你要切好嘞！哇，安惊个！哎，所以2片用的係冇強龍，第6用係松板肉，第6用係好傳統啊，3層肉，比較傳統的。哎，你也客家小炒专门啊，用呢種係下香哦，干的比較香哦。我想講，哎，奇怪，呢種辣椒啊，特別。係，雞板夫婦係嘛嘅？又是甜醬油，白醬油，好水的調油，我夾切咯，等下半道挨個時陣挨炒熟嘅哦。那第2棒是吃不去炒熟的呀。好嘞，我嗰啲先過嗰邊看一下。好嘞，你啱啱切咯。好了，切，好了。好。哦，那如果來咧。哇！哎，你切辣椒我有夾夾哦。不用擔心，我是一個前期工作最重要，全部來準備好些時，等下就做清來煸就好誒。好。你們是誰？等下就可能你這個應用係貴片變化魚嗎？你覺得呢？沒啦，我切實啊。大家吃的都是不卡米嘿，品記，尤其最奇怪的就是我們家的客家小炒，就是烤那變相就買來變化魚啊，然後用醬油炒一放3項就對了嘛。對，因為冇時間呢，所以哦，就老該豆腐罐強下邊鴛鴦鍋。你們的食材真的很多呢。我覺得他們都哎。啊？你要啥？哎，OK。醫生過去準備咯，醫生過去準備咯。來了。聽醫生。姐姐，那馬上先切豬肉，各位亞洲東西煸誒。3、2、1，好，第一個是先撈油嘛？姐姐要煸嘛？可以，放油嘿。好。煸油先。姐姐，你先來煸油，各位煸下挑不款咯，你來要捏咯。好，來，哎，師傅來。要得放改片咯。哦，哎呀。先煸個豬肉吼，煸半去出油。嘿，咁冇切透呢嘛？有啦，個暗蔥哈。哎，我們這個也是30公分的 MD 哦。哎，有30公分？有啊。啱啱橋上邊30公分是錯的哈。啊，個條杆就幾時變？等一下。油出來。豆腐棍切安破哦，我們都是走透光系列的。透光。哎呦，我發現這個青錘也有30公分，要切一半嗎？太緊張了。不過亞嘅吼，客家炒牛來講，會發覺不卡冇重用。可是呢，你會發現到，客家大伯去傳統是講哈，當家講到就講，亞嘅冇槍，因為亞嘅客家炒牛米頭要抓到，對，沒有這麼簡單。對啊。雖然講生出來，我們知道步驟，可是大家吃的都是不卡米頭。hey，尤其最奇怪的就是我們家的。你們家的，你媽有放3鮮10幾嗎？小炒就是烤那變相就買來變化魚啊，然後用醬油炒一炒，放3項就對了嘛。對，豬頭的，就是客家小炒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讓過來了。來看改片咯。哇，香菇香又出來了。然後見煸一行一行煸，豆腐館係沒有煸較久，因為記得豆腐館很難煸。你兩方煸啊，就先留起來。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？我們豬油不是容易先煸哦。松板肉不要放，不要太溜嘅就好，因為它煸，而且你係用炒嘅用嘅，骨頭本身就較硬長。豬肉有剩煸嗎？剩煸咯。是啊，好。沒有，媽媽有起來做飯，自家不卡米頭啊。可是我自家感覺到豬肉，豆腐館係最難煸嘅。冇錯。而煸到啊，又唔係啪啪，而有一些規則硬長擦擦不容易。所以你兩種的肉啊，五花肉那個松板豬。對啊，有生意吧？哎，糖豆咯，在我附近放鞭炮咯。給你打紙炮哎。條棍的骨哦。
啊，你甜甜的边吼，咱就狗开边看咯。哦，做对了，有唱喽，有唱喽。嗯，好，等下都做了哈。没关系的。你看跑动，你看开边用嘞，摸嘞吼。摸，我们现在会做的是鸳鸯锅，用乜讲？因为摸死见呢，所以吼，就老该豆腐罐穷下边。摸死吼，他们自己家里做法，自己讲一下，自己家里是怎么做的？你们係分開來，先煸豬肉煸好就煸咧。係分開嚟出嘅啦。cái dương về chống lỗ mà cái trên độ ăn cứu cái hai ngày dương mùn cổ là因為基本係用走嘅dương，所以等下緊煸緊香。哦，二第三組哦。夾個時間會到咯。就是應該冇做埋嘅事情。那肯定會，那睇下一下看。那你就是沒用的人哦。那我剛才沒知道我透露，我記得。剛才講啦，因為我哋比賽嘅時間就限期，但是他們家就是已經講說已經我煸到啦。cái豆腐乾都炒到面面麼？你哋會用乾辣椒吼，因為啲乾辣椒吼，佢煸好啊會開香。所以董董，你問講做嘛客家炒牛，我按後生來客家料理店一定要吃客家炒肉。錯，就是什麼這一步，要煸香，要香啊呢。好，我哋個開邊看咯。往呢邊咯，哎呦，呢邊咯。這個頭肉係嗎？我剛看你們有嗆香哈。哎。蹦翻了，哇！你看這個色，你係本來寫的係嗎？對，那個色有可能冇？之前人家豆菜噶、生盤噶哈，用油誒，冇用豆誒，驚怕油倒下去，他們都很怕油。可是客家小炒不油不好吃吧？對呀。你們剛剛加的這個椒是什麼椒啊？糯米椒係嗎？那青龍呢？嗆色的啦，嗆色的辣椒啊，嗆色的。青龍知道嗎？哎弟，青龍有白虎嘛哈？糯米椒，按差不多了哈。前朱雀後什麼？後玄武啦。啊，前面的後背摸過啦。沒啦，你要不要嘛？意思咧，對咧。好，來倒數哦。你要較頭前。我盲氣鹹淡。馬上去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下最後一關，呢個卡真係你嘅猜中譜咧。好，真嘅係十分有好福氣哦！做在這裏度呢，全台灣各地冇叫用媽媽煮嘅呀嘅客家炒肉。有呢度鳳煙啊，芒樹個鳳煙版嘅這個客家炒肉。今日就嚟試看下兩位4位太子向下來做嘅，先來試下風吹嘅好。哎呦，看起來是凍醬哦。所以你有加兩種嘅肉係嗎？宋板肉、撈嘅三青肉係嗎？很上香哦。所以嘅客家炒肉最主要就係講芒色豆、鮮皮豆，一電話上來直接，他就說哎，客家炒肉來誒，這種感覺。我們這有按要香味嘅，試試看啊。哦，上面要凍好些。我豆腐乾未凍好些，我宋板肉未凍好些。哎，這個印安咯。啊，全部都講得啦。越紅講啊。好吃了，好吃了。啊，咱出嚟啊，姐。凍好吃又凍香。好，來揾隻藍水嘅看啊。那你用嘅三青肉要煸到凍香哦。很難說，看誰煸的。我就擔心了。哎呦，三青肉凍好些哦。你炒嚟咩？煮牛煸到哦。它就睇就石頭吼，我們等下去蝦梅哦，它就一啲啲嘅香梅出來。煸到。啊，石頭一斬到誒。一樣。特別是有嘅客家炒肉就要放墨酒。真勁啊！好，真勁好食。好，兩組呢就真係十分的厲害，做的是到西邊媽媽煮嘅一個客家炒肉，我們已經值回票價了。然後呢，比賽還會比賽，先搶龐師傅搶分數。哦，藍子2分呢？2分都是給普蘭隊哦。好，制勝的最後一票，看一下青有鳳七師傅。耶！這樣子歌謠班還是可以和平的繼續唱下去啊。湯師傅講款。兩腿吼，全部煮到清香鮮好食吼。若要分兩片爛腿嘅原因係，也即個加該豬肉合煸有該香味出來。而且咬時吼，該最梅吼會回香。啊，就兩點按比較。啊，根本嘅吼，佢老該人家講嘅宮保嘅辣椒吼，啊，即個特別有一啲啲嘅老，你見擺煮嘅客家料理係冇功用。哦，那個辣椒就不是我的功勞了啦。好啦，看下七師傅的想法咧。因為本嚟片我想買係講吼，加豆腐乾可能炒到該要
向梅又表出来，甲猪肉梅又表出来，其实每一种梅头都有表出来。你看，甲酱汁、甲胡椒粉梅比较上又表出来。咩？客家小炒油啊，其实梅头出来，甲胡椒粉合到对，那甲梅头合袂出来安尼啦。啊，俺某本影片上海讲甲豆腐干面咸白做咧切下太掉掉，菜掉掉去室内。见到像安尼擦吃到还有口感，安样嘅。啊，梅头咩？你咪做咧变下冲掉一点啊，像爱炒啊，像爱炒到水母变嘛甲污醋，风味安个味道安个升起来一点。嘿，爱做法安样嘅啦。啊，俺有本两片叫梅头咯，做到冻好啦。两片咪做冻好，差一点点问题。哦，是吗？哎，之后讲南区真嘅咩冻好食，可是我吃我感觉到，我有一些食。食当中最较沉掉啦，好像客家炒肉，大家的一般的印象係講安樣，當中有口內它就容易拍頭油，所以炒下去就變拍咧。但是也是非常的好吃。讚！你們嘅比賽結果已經出來咯，風吹到南區都係得到2分。聽數，恭喜風吹得到1500元的假菜機。恭喜恭喜！恭喜咱水做得得到1500塊嘅假菜機。哇，只有秀琴姐看得出來。有啦有啦。好啦，先來請下秀蘭姐，老太家講一下，你要參加節目提辦咩？嗬？提辦。嘛嘅心得啦，老太分享一下。太歡喜咧，真全部都想唔得。真嘅哦。規樣部都想唔得，印象今日做啊出唔到會讓伊嘛。好緊張啊！今日表現起來有滿意嗎？滿意。滿意嗬。有滿意哈，兩個都滿意嘛哈。有滿意就好，真嘅都好食。恭喜！辛苦。好，願意睇住老太家分享一下。我要去拜宋天師啦，吼！啊，之前有準備就會較唔強啦，哎呀，用東西就講較唔熟，夾包啊夾菜嚟啦，啊，還不錯啦。人生總是要有一個不一樣的體驗。真嘅，謝謝。恭喜！咱只包頭夾帶啦。係，喊你把我睇啦，我睇，自己帶來啦。係啦，其實唔用安用啦，就不要覺得難過，因為吼1500塊吼，你們改下食落去改烏托咯，你改1500塊還夠咧，對不對？講下我們秀琴姐，雖然冇食到烏托咯啦，啊唔過吼，今日得到咧，上今日做得啦，啊參加就買感想做得啦，大家講麼？當歡喜。秀琴姐先來啦。今比當歡喜哈，參加呢個節目哈，按嘛天日到啦，下次到哈還有機會哈過來參加。好，哦，謝謝。其實是想來吃奧托羅吧？對啦。對。好，淑茹姐，你下幫你講一下。哦，當歡喜今日都來了到，我唔識頭一擺來上電視。當歡喜選的煮的菜吼，我是韓文啊，冇買為主噶。當為主啊。金文月、我秀琴都是他下廚，煮得很好吃，謝謝。哇！謝謝。恭喜！今日真係當好菜，太期間呢，狗友版的朋友哦，就是帶了按針的料理老太家分享，而且呢，今日值回票價，好多有一個新的料理，感謝齊師傅咯。是嗎？謝謝。所以今日去當歡喜哦，食到吼齊師傅安好嘅料理，咪食到吼屬於豐嘅吼菜地嘅客家炒肴，假使哦還有乜嘅冇強人嘅料理哦，夾夾你報名參加本屆都要實看哦。冇唔錯，依家之主呢就等你睇自家搶下來報名，等你來挑戰，依家之主嘅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